嗨，大家好，我是汤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志、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迎來了反彈，但是這個反彈卻讓金融消費者心裡又在滴血。就在日韓股票再次創新高，亞太股市都在創新高的時候，胡適還是沒有向上的信心和勇氣。截至收盤，滬指漲0.43%。深成指漲1.63%，創業板指數漲2.66%。我為什麼說這個它沒有向上的勇氣？今天指數雖然又漲了，但是散戶虧損繼續加大。今天3876只股票下跌，1540只是上漲的，大部分股票都在下跌1到2個點，也就是金融消費者今天賬戶也在縮水。今天整個的成交量2.8萬億。比這個上一個交易日又少了800億，散戶想在這個市場賺錢太難。這個網上可以說是一片哀嚎之聲，股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社交媒體都直接炸鍋。很多網友說買了假股票割韭菜，這些衝上熱搜第一名。指數明明在漲，散戶卻在這個賬戶卻在縮水，就是當下所謂的指數牛市的一個特徵。南方財經還有新浪財經等等媒體報道說，韓國股票，我們先看看咱們是怎麼寒碜人家韓國股票的。說韓國綜指狂飆背後，也就是說咱們的媒體開始把目光轉移到韓國，說韓國指數漲了，你看其實它股票沒有漲。說韓國的一共是835只股票，僅不到400只上漲，也就是不到一半的股票在上漲，其他都在下跌。最近幾年韓國綜合股價指數表現極其亮眼，遠超納斯達克指數，更比其他的股票指數漲得多。也就是那言下之意，就比咱們滬市呢漲得更多。按照權重計算，說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包含了科技股是48.2%，也就是那個權重，工業是18.3%，消費類周期股是10%，金融服務是8.5%，醫療是3.9%。公用事業、通訊與能源是2.9%，消費非周期股2.2%。仔細考察這個綜合股價指數成分股表現，行業分化現象極其嚴重，讓人不得不懷疑暴漲之後指數調整對韓國國內經濟與金融將產生重大衝擊。首先就漲跌情況而言，5月29日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共有835家企業交易，其中3年內僅350只股票上漲。3年內，你現在回到2023年從那時候算起，到現在一共只有350只股票上漲。今年大牛市下也只有373只股票上漲，也就是從今年1月1號開始算起，到現在那也只有373只股票是漲的。指數上漲了，但大多數股票並沒有上漲。漲勢並沒有傳遞到其他行業，因此韓國股市持續表現預計會受到限制。我怎麼感覺南方財經、新浪財經是在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對吧？那滬市不更嚴重嗎？滬市你說說，這麼多散戶進去了，都買了個寂寞，除了那100多只股票漲，就是硅基相關的在漲，其他都在跌，這種分化不更嚴重嗎？韓國好歹還有一半的股票在漲啊。不過韓國的股市確實比咱們要火啊。人家火有火的它的道理，人家2只主要的，一個是三星，一個是 SK 海力士，人家業績放在那兒，你只有羨慕的份兒。這個格隆匯6月1日報道說，韓國散戶借錢追漲，個人貸款出現5年來最大增幅。你看咱們的央行公布的，咱們4月份不管是居民的短期還是長期貸款都在萎縮，韓國不一樣，韓國個人貸款出現5年來最大的增幅。那韓國人貸款幹什麼呢？韓國人貸款去炒股。據韓國時報行業數據顯示，隨着韓國這個股價綜合指數不斷打破記錄，越來越多的散戶投資者似乎正在借錢追逐市場的迅猛上漲。截至上周四，韓國5大銀行的未償還個人信貸貸款總額107萬億韓元。大概是710億美元，這是自2023年11月以來最高水平，當時是108萬億韓元。此番增長主要源自透支信貸額度
當地俗稱叫負數賬戶，此類額度允許客戶在預先獲批的限額內進行借款。截至上周四，此類信貸工具未償餘額已達到42萬億韓元。這一數字反映出實際已被提取使用的資金，而非借款人可支配的全部信貸總額。也就是說，這個42萬億是被用戶從了銀行把它提出來了，從他的授信賬戶裡面給他支取了，那就是炒股去了。確實，這個泡沫要破裂了，那很壯觀。根據彭博社報道，今年以來，韓國上市公司總市值飆升86%，達到5萬億美元，超越印度，成為全球第6大股市。今年，韓國股市的市值已超越加拿大、德國、英國和法國。預計2020年，韓國綜合指數漲幅將超過100%。這個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他說，他在接受 CNBC 採訪時說，人工智能革命的規模是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時期的50倍。孙正義稱，他說，我認為本輪 AI 行業規模是互聯網泡沫時期的10倍以上，大概率能達到50倍。就在採訪前一日，軟銀官宣將投入750億歐元，在法國布局人工智能基建項目。這位軟銀掌門人表示，當年互聯網泡沫破裂雖帶來慘烈的崩盤，但放在行業長期增長的大周期裡，不過是一次小幅震盪，沒毛病，說的是這樣的。你現在回頭看看這個移動互聯網泡沫，但是當時的破裂，多少企業破產，多少人破產，誰都不願意在那個泡沫裡面被消滅。但是現在人工智能這個泡沫起來了，是泡沫一定會破滅，但是我們誰都不希望在它破滅的時候咱們趕上了。這個孫正義認為，就是現在的這一輪泡沫是上一輪互聯網泡沫的10倍以上，甚至達到50倍。那麼亞太股市為什麼日韓包括台灣現在在創歷史新高，氣勢如虹？但是滬市是不是現在在4100點猶豫不決？這個我一直說的，沙灘上建高樓，向上他沒有信心，沒有底氣，向下他不甘心，所以就這麼個走勢。因為向上走，你沒有支撐，沒有業績，誰也不敢。你要把它搞到5000點，到時候砸下來，誰負責任？誰的烏紗帽不想要了？這個他往上沒有信心，因為他沒有基本面支撐。你沒有海力士，你也沒有什麼三星電子啊，你這上面全是市夢率，你這市盈率都是上萬倍的，人家海力士的市盈率才10倍，你這都上万倍的，你這扯什麼，對不对？所以說他往上他不敢，沒有信心，沒底氣，往下他也不甘心，現在就這麼個局面。這個財新網它有個報道，它叫中日美股市比較，叫估值修復還是盈利驅動。他這個報道非常長，我就簡單介紹一下。說這個專欄作家叫歐陽輝，他認為2020年 A 股市場上漲主要依賴估值修復，而非盈利增長。估值修復什麼意思啊？就是市夢率，叫估值修復，不是盈利增長，就不是說實打實的賺錢了。與標普500的戴維斯雙擊、日經225有盈利驅動的上漲形成鮮明對比。實際上，韓國的綜合指數和日經225都是盈利驅動的，人家韓國那叫什麼海力士、三星的賺的都走不动路了，那個員工工資獎金發的都是幾百萬的發，那叫盈利驅動。那人這個作者叫歐陽輝，他認為咱們是叫估值驅動。什麼叫估值驅動？就是講故事，就是市夢率。他說，從盈利層面看 ，A 股整體盈利水平未形成明確的向上趨勢。這是財新網說的，不是咱在這兒唱黑唱空。財新網說，從盈利層面看 ，A 股整體盈利水平未形成明確的向上趨勢。滬深300呈現舊經濟承壓與新經濟亮點的二元結構，而更廣泛的萬德全 A 盈利恢復緩慢。就是萬德那個指數，所有的 A 股盈利基本上沒有變化，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企業壓力尤為突出。當前市場上上漲基礎尚不牢固，也就是在目前這個基本面上，指數上漲不牢固啊，這不就是我說的嗎？向上他沒有信心，沒有底氣，往下又不甘心，沙灘上建高樓。這是財新網報道的。未來 A 股要走出持續牛市，關鍵在於宏觀經濟能否企穩回升，以及
企業盈利能否真正走出底部，也就是你有没有海力士、三星这样的企業，有没有英伟達、苹果这样的企業，你就玩命的赚钱，你别管吹好还是怎么着好，你把钱賺到了那行，對吧？那指數不漲的不行。說這個實現盈利底與市場底的有效共振，在此之前，市場仍可能面臨預期反覆、情緒波動以及外部衝擊帶來的階段性調整風險，也就是目前還有調整風險，人家在創新高，你這才4100點還要調整。有文章說，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均面臨着潛在的結構性風險，美國的高估值、高利率與低消費信心組合，脆弱性明顯上升。你看，說美國這還脆弱，中國的內需疲弱，企業虧損擴大，外貿邊際放緩等信號也值得警惕。投資者應更加關注盈利質量與估值安全邊際，而非盲目追漲。只有在盈利基本面逐步改善的前提下，市場的上漲才具備更堅實的基礎與更持久的動能。他這個文章非常長，咱們只介紹個主要的。財經網的作者是歐陽輝，我覺得我是認可的，但是他說的基本面企穩回升，那麼這個指數會上漲，這我不認可，這一點我不太認可。為什麼？也就是咱們這個資本市場和美西方亞太的資本市場不一樣，雖然都是紅綠市場買賣，但是一個抽老千，一個不能抽老千，那它能一樣嗎？表面上看是一樣的，但是它的機制的、它的透明度、它的公平、公正、公開能一樣嗎？你不一樣，你瞎比什麼？這是胡適還可以調控，胡適裁判員他就是運動員，運動員就是裁判員。胡適某種程度上是誰在割誰的韭菜，一級一級的往下割韭菜。金融消費者買單，最後誰得利？看看後面的最終得利的是誰。所以它這個市場跟萬惡的美的還亞太股市的不一樣。不是一碼事。如果你把這個搞不明白，你老想着在裡面賺錢，那不就是做夢？如果說簡單的允許牛馬韭菜賺錢，那很簡單，你就開通牛馬韭菜去買美股、買韓國股票的這個權利，他們一買不就賺錢了嗎？你說非法交易，你說不受監管的交易，那行，那你搞幾個通道，讓牛馬韭菜也能去感受一下日益腐朽沒落的美的的資本市場。他現在不僅不讓，他反而把全部切斷了，也就是賺錢能板上釘釘讓你賺錢的，他給你全部給切斷。想玩你只能在這個市場跟裁判玩，不就這意思嗎？你來這兒你只能跟裁判玩了。三家券商是吧？老虎附圖他有問題，他非法展業，那你可以把他進行處罰，把他取締，沒毛病。那你能不能允許你的韭菜去炒美股？你給他額度啊，5萬美金一個人一年，你給他，那你給他搭個通道，讓韭菜拿手機 APP 就直接在操作，何必把這錢讓香港的券商賺走？你自己賺不挺好的嗎？就賺這個佣金，賺這些這個，為什麼不？說白了就是這麼優質的韭菜，你怎麼能讓你跑了？你只能在這兒玩，在這個市場把你手上的籌碼都輸給那個裁判就行了。這個金圖金融研究院他今天發表一篇文章，叫《別不信炒股比考清華還難100倍》，這個我倒是支持。你想想，炒股比考清華還難100倍，他這個說的不嚴謹，應該說炒股賺錢比考清華還難100倍，對吧？或者更嚴謹一點，靠炒股來獲得收入比考清華難100倍。你偶爾賺一次錢容易，但是你要一直在裡面賺錢，比考清華還難。這個還別不信。金圖金融研究院發文指出，說許多人誤以為炒股是一條輕鬆致富的捷徑，只需要開個賬戶，動動手指就能在屏幕上坐享財富增長。這種幻覺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散戶前仆後繼地湧入市場。然而，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炒股不僅不是容易成功的行當，甚至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難成功的職業。認清這一現實，是每一位投資者走向成熟的起點。你看我這麼多年了，反覆做節目說的就這一點：想靠炒股賺錢，你首先你走錯了地方。你在這個日益沒落的美的那兒，有可能會賺錢，
但我也只能说有可能。但是你要在咱們這兒，你不可能賺錢，因為胡適36年了，36年來一共有多少人參與了？多少億人？你把這多少億人裡面多少人賺錢了？最終你除一下，這個分母估計是怎麼着得有5億了吧？36年了，你說一共有多少人賺了錢？這個概率比清華要低得多，你看看就行了。所以很多人總認為炒股容易。你看我去年入市了，我現在已經賺了20%了，30%，在那沾沾自喜。他不知道这就是他虧損的開始，他要被嚴重套牢，有褲衩子的賠飛掉開始。他不知道20%、30%就相當於釣魚打窩誘饵，你這個20%、30%越多，實際上預示着你未來虧的就越狠，這都是幻覺。有很多人他不理解。你看我多厲害，我這一入市，在不到1年就掙了50%了，還說我賠錢，你肯定是掙不到錢，你眼紅。其實你錯了，你這個時候賺的越多，預示着未來你賠的越多，說不定還要傾家蕩產。你看他這個作者他這麼說的，他說炒股之所以極難成功，首先在於它違背人類的本能。人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許多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比如追求及時滿足、厭惡損失、從眾避選，這些模式在原始叢林中保護了祖先的生存，在股票市場中卻成為致命的弱點。其次，股市是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場所，機構投資者擁有專業的研究團隊、先進的數據系統、及時的信息渠道。這個說的也不對，我不認可他這個說法。在咱們這個市場，不論是個人還是機構都不會賺錢，機構也賺不到錢。前幾年基金賠的，對吧？褲衩子都賠飛了。前幾年基金一賠的應該是多少萬億吧，是吧？賠掉40%很正常的。只有哪種機構賺錢呢？既能當裁判的，又能當運動員的機構賺錢。比如說社保、國家隊，這些是旱澇保收的，人家就是裁判。那他賺錢是你能理解，剩下的什麼機構、什麼私募、什麼那個的，都得老是賠錢。所以說，這個作者也是一知半解，對咱們胡適的他底層邏輯他不了解。你想想前年是吧？貝萊德怎麼說的？貝萊德賠的學費交的，最後說他根本就買不完。他本來是想買點股票，結果一看，這是要買一家公司，根本買不完。這是全球最垃圾的市場，賠的多少知名機構，全球排第1、第2的資管公司。在胡適得老實實是龍的盤着，是虎的握着，來了先交學費，交夠了為止。這些機構不要看現在好像賺錢，我告訴你，1毛錢帶不走，最終還是要賠在這兒的。現在這些外資機構，這些什麼排第2貝萊德，這個什麼交銀，還什麼施羅德是吧？還一大堆的什麼高盛這些這些機構，現在如果他賺點錢，那都是打窩，都是誘餌。所以這個文章說機構投資者擁有專業的研究團隊的沒用，那都是扯淡。先進的數據系統、及時的信息渠道，這都咱們賺錢的機構還有一個就是量化，量化是賺錢的。为什麼呢？人家是交易賺錢，人家不管你企業後面是什麼好公司、壞公司，什麼未來怎麼樣、市盈率怎麼樣，人不看那個，人家只是跟着這個 K 線量化交易，那捕捉漲跌，他不需要研究你這個企業怎麼樣。這不就量化團隊幹這事的嗎？他們賺錢。普通投資者面對的是屏幕背後是大量信息更充分、反應更快的对手，所以对不对？我還有反例，那很多企業、上市公司炒自己的股票，炒的褲衩子賠飛了，那你說，你按理來說，那你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大股東、董事長，你難道對公司不了解嗎？你不是第一手資料嗎？你信息更充分，你為什麼炒自己股票還炒的褲衩子賠飛了呢？你比如萬科回購自己的股票是吧？賠了多少億？18塊回購的，6塊賣的，好像是這樣。很多這樣的企業，還有什麼東方雨虹，員工持股來買自己股票，也是褲衩子的賠飛了。董事長、老板兜底。你要說信息，你要說專業研究，你還能有他信息充分嗎？及時嗎？完善嗎？完整嗎？所以說，這個市場你記住了一點，你想在這賺錢，比登天還難，比考清華試要難，它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更重要的是，炒股不像其他職業那樣存在清晰的因果反饋。一個努力的學生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成績，一個勤奮的員工通常能獲得晉升的機會。但在股市中，錯誤的交易可能因為運氣而賺錢，正確的判斷也可能因為意外而虧損。這個說的倒是對的。這種模糊的反饋機制讓人很難從每一次交易中真正學習。
賺錢了，你無法確定是自己的能力還是市場的恩賜；虧錢了，你也很難分辨是判斷失誤還是概率使然。久而久之，許多人把運氣當成了本事，把偶然虧損歸結為外在的干擾。這種認知扭曲才是投資者進步的最大障礙。總之，星圖金融研究院他這個說法結論是的，炒股比考清華還難100倍，但是他也沒敢說清楚在胡市是什麼個情況。你要是炒美股，那就不一定了，那比考清華比考2本還是容易，你只要開戶買了就行了，人家不停的在創新高。当然了，你買的可能是 ETF 什么之類的，或者买中國人喜歡買什麼英偉達、特斯拉，那都是賺錢的。還有蘋果，你買其他股票你不知道，或者你買了你就買中概股，你買阿里什麼也是賺錢的，基本上是吧？你炒胡市想賺錢，比考清華還難100倍，沒毛病。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胡锡進老師顯然他不是清華畢業的，所以他想炒股賺錢，那更難。不要看他暫時或許有點盈利，但是最終會加倍還回去。無一例外，胡锡進老師他最近發的內容挺多的，但是我發現他有一個應該是2天前發的，這個容易被別人忽視啊。發了一個什麼內容？大概是老胡帶他的孙女兒去上這個輔導班，他配了個照片，我感覺有點像舞蹈之類的。他說老胡帶小外甥女周末上課，坐在門外等待下課。這個確實，這不光是北京，這是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個城市家長的一個周末或者是放學之後一個普通的一個場景，就是在輔導班外面等孩子，百無聊賴啊，坐在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在那刷手机。胡锡进老師說，這樣的等待就是無數家長的周末，既是空耗無奈，也是說不清楚的溫馨和幸福。你看寫的還是比較有意思的。他說生命最底層的意義就是繁衍生息，在這之上有了各種升華和追求，能夠守住親情與事業的平衡最好。這是胡锡進老師他寫的，他不是帶孩子，他是帶小外甥女隔代了。說實話，我個人從這個分析胡锡進老師是什麼樣一個人。一般的像北京像胡锡進老師這樣的人，他一般的他自己不會帶的，他的孩子爸媽帶，要麼就是請個保姆去。為什麼胡锡進老師要自己去帶呢？而且大家記得吧？有一次胡锡進老師好像在廣西吃那個螺螄粉，本來他要好好的多吃幾頓的，後來說第2天他要送他的那個外甥女上幼兒園，所以他連夜從南寧回到北京，不耽誤他第2天送外甥女上學。你想想，胡锡進老師他已經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什麼？這個多多少少有點補償心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個事，叫補償心理。恐怕胡锡進以前對他自己的孩子，对他女兒恐怕是吧？胡锡進的女兒正在成長時期啊，胡锡進恐怕正是事業的上升期，又是南斯拉夫了，又是這又那的，又當記者，又是伊拉克是吧？到處得寫薩達姆為什麼不慌是吧？米洛舍維奇為什麼不慌？寫這樣的文章難道不要耗精力嗎？也得加班是吧？所以說我估計他對他女兒恐怕就付出的少一點，忙事業。那現在退休了，他就對他外甥女就格外重视。那這個實際上就是一種補償心理，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按理來說，你在北京的像这種老爺，除非你太閒了，一般的老爺這時候人家好不容易退休了是吧？這正要到處搞人體攝影、釣魚，各種私生活，這不容易退休了嗎？結果胡锡進老師毅然決然的把下一代這種接送，這個是最耗精力的，上學接，放學接，有的時候中午還要接，周末送輔導班是最無聊，在那一待就待4小時。那小孩一上課一般是4個小時，4節課一起上嘛。一般就我老幹這事，在那一坐就是4小時，那百無聊賴。但是我一般的不喜歡坐在那刷手機，我一般4個小時，一般的像這種機構都在商場裡面，我就會在逛商場，看看商場下外面一些風土人情，或者什麼看看人多不多，景氣不景氣，瞎溜達。胡锡进老師就說了，他說然而現實中哪有那麼多平衡和無憾，孩子最終都是稀里糊塗長大的，大人也是稀里糊塗變老的，人生充滿遺憾，不斷想明白，但誰敢肯定所謂想明白不是越來越糊塗？人最重要的是進取心，努力與達觀的相互告慰，是最終的隨遇而安。胡锡進老師他這段描寫讓我感覺他對他的退休生活啊還是比較滿意的。
帶他的外甥女，送他上学，接他放学，送他去上輔導班，這種樂趣是吧？所以讓我感覺胡錫進老師他是在曲裡拐彎，這勸人退休，這就不想告訴大家退休其實也挺好的，對吧？帶孩子不挺好的嗎？糊里糊塗的嗎？人生哪有那麼多平衡和无憾？守住親情如事業的平衡，也就是你在親情和事業之間要選個平衡。這剛才胡錫進老師我分析了，他以前年輕的時候追求事業，所以說親情這一塊就稍微差點，現在他要彌補了，守住親情如事業的平衡。說哪有那麼多的平衡和無憾？也就是說告誡有些人就這個意思，就該退休啊，該回家帶孩子。你越想明白，實際上你越糊塗。這是胡錫進老師說的，你越追求想明白，實際上你越陷入糊塗之中。所以他告誡說，你人要有一點點進取心，但是還要努力和達觀。達觀什麼意思？也就是進取之後，對吧？你心情你的豁達，你沒有結果不要緊，我努力了就行了。沒有結果，那要看開一點，達觀。說不過一切都是隨遇而安。你看看胡錫進老師是不是曲裡拐彎的在勸退休？勸退還是退休好？回家帶孩子吧，回家抱孙女兒。回家带外公，这就是胡錫進老師的這個意思啊。回家當外公吧，我也奇怪了，胡錫進老師這麼陰陽怪氣的，居然沒有被封號，我估計也不遠了。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